我係 Dr. Marma 博士，好啦，今日咧就繼續講呢個 Milia 同埋 Sebaceous Hyperplasia， 即係粟粒疹同埋呢個皮脂腺增生解決方案。呢兩樣嘢對身體都冇任何嘅生命危險啊，冇嘅，只不過令到外觀唔靚嘅啫。咁我哋先講呢個叫粟粒疹啦，最簡單嘅方法 Milia， 因為咧就係角質層即係 keratin 咧增生啦，而因為 aging 咧，所以我哋咧去得佢好慢啊，因為個皮膚去死皮嗰個能力咧就低咗。咁一個係容易啲解決，可以係1個禮拜內啊，或者幾日咧，你就可以去得到噶啦。OK， 咁通常都係用去角質嘅方法，可以係表皮磨砂啦。唔中意用磨砂嘅方法咧，用一啲有酸性，譬如話 glycolic acid 啦，果酸啦，好似我哋呢一隻咁啦，一個係 glycolic 嘅果酸啦。做法方法好簡單嘅啫。OK， 你洗完面之後，然之後咧即係你箍起啲頭髮啦，咁然之後咧你可以成面噴啦，又或者咧你可以噴落去一啲咁嘅棉質嘅敷嘢嘅，佢一打開就變咗咁，即係你可以噴濕佢，或者開少少，然之後浸濕佢。咁你中意敷邊個位係會有角質，咁你就咁敷喺上邊，可能係幾分鐘啦 ，OK， 或者係眼睛嘅眯埋眼敷喺個眼蓋嗰度上邊啊，眼下底啊，咁都得嘅 ，OK， 中意用呢一啲，又或者有啲叫做紙面膜啦，佢個樣就係咁樣嘅啦，一粒。咁你可以噴到佢咧濕晒咧，咁然之後你成面敷都得嘅。我覺得最方便咧就當然係洗完面跟住就噴成面啦。OK， 眯埋眼喎，記住。OK， 因為你唔想噴入眼。咁跟住咧，然之後咧拍果酸入去，因為呢個係加埋玫瑰水，咁所以好香嘅。咁跟住咧，你就可以搽你嘅油。最中意當然係用 Squalene 油啦，呢個唔會閉塞我哋毛孔，所以有暗瘡啊或者有呢啲脂腺增生嘅咧，都唔會塞嗰個毛孔嘅咁樣。仲有呢個叫維他命 A 酸 retinol 呢一類嘅產品啦，去搽。但係記住 retinol 咧係唔會 recommend 你日日都用嘅，最好就係隔日用，即係話1個禮拜用3次。Sebaceous Hyperplasia 嘅方法咧，其實外搽唔去用醫生嘅，要係 HIFU 敷啊，或者係呢啲冷凍啊，或者 laser 嘅方法嘅咧，其實同 Milia 用嘅方法可以係一樣嘅，只不過時間要長好多啦，3個禮拜至到2個月都得㗎。另外一個方法咧，就令佢再容易甩啲咧，口服嘅 isotretinoin 即係維他命 A 酸咧。咁不過呢個我唔 recommend 嘅，因為口服嘅 A 酸咧個副作用太多啦，大肚又唔食得，又傷肝咁樣。咁如果為咗呢啲咁少嘅嘢咧，我又覺得唔值得去 take 呢一個 risk 咯。咁希望咁樣可以幫到大家。Thank you。